为着要落实2030年台北市要减碳4成的目标，望界龙山市伫壁面装全台湾头一个直的太阳能板等会当来提供龙山市所有的公民等来使用。伊讲一档会当发电5900度，逐档拢会当来减少3000公斤的排碳量。4、3、2、1，请掌声！艋舺龙山寺领航永续未来。8日，台北市长周万安来到龙山市，斗阵启动龙山市的太阳能板。这是全国第一间使用直的太阳能板的公庙，而且未来龙山市所有的公民顶拢会当改用做绿电，可以来提供电力。长期以来，龙山市就真重环保，伫2000年开始禁止烧金，2020年也开始禁止烧香，成做模范的历史公庙。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全面停香。我想这个已经有5年的时间了，我们的信众都非常的配合。这届龙山市的太阳能板是配合台北市政府去年启动台北净零101的计划。台北市政府表示，未来市府也会伫14种的场所，亲像公园、百货公司、公庙等等的所在，推动101项的减碳，包括太阳能板运用智慧科技，提供日式商品的服务等等，希望加速推动台北市成做净零永续的智慧城市。没有人说太阳能一定在屋顶，台北市突破了实力面也能发电，所以大家早上起来的时候7、8点，别人的太阳能板都还没有发电，我们台北市就已经有电了。台北市政府表示，龙山市这届有90片的面板，拢总会当发5900度的电，等于是逐档减少3000公斤的排碳。市府希望会当加速完成台北市2030年减碳40%、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记者戴亚轩、曾俊佑台北报道。